为提供身心障碍者无障碍优先环境，富康巴士的服务就是重要一环。而且政府有限，民间力量无限，这台出现伫永华市政中心的和乐号富康巴士，正是由青年创业家黄杰所关键。适合伊伫亲人的陪伴，嘛做伙留下爱的见证。黄杰表示，因为感受富康巴士对弱势需求，所以创业有成以后，就下愿要来回馈愿望。我自己就是很年轻就创业，大概20岁左右。然后我自己本来就有一个习惯，就是把自己的收入部分都会捐赠出去这样子。但是我以前就有一个小小的梦想，就是希望说可以捐一台像救护车、富康巴士这样子。那会觉得说就是如果有这个富康巴士，可以让就是身障者在出门会比较方便。83年厝的黄杰对外地来台南创业，虽然有其他生涯规划将离开，不过伊个人名义所关注的富康巴士，这份爱心将继续陪伴台南人。其中吴一铁甲社会局副局长叶志明嘛代表受证。根据了解，伊正是台南目前上少年的关注者。那黄先生这么年轻创业，那能够在家人的支持以及朋友的支持，还有自己的创业的支持，能够这个发挥社会的爱心，这个是让我们非常非常感动了。这个黄先生大概是我们今年捐赠富康巴士里面最年轻的所以真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啊。社局表示，目前台南155台富康巴士，一天大约就要汰换20-30台。而感恩的是，过年前就将安排有4台车的关键。这号关键当天嘛，因为拄好是腊八节，特别温馨。台南新闻，阮子采访报道。